看起来阿明对林小姐嘅屋嘅真正當得意林小姐人咩默默嘅當好阿莎莉無聽呢句話，直接上演本阿明嘅本佢獨家直接講嘅屋衰本佢我家有講到，其實你下三分問題真係無分男女老少啦不分老嫩大小，咩無分性別故所咧，不管係細奶啊細妹出門在外都會保護好自家嘅身體，保護好自家嘅安全下尾來看一下家下又出現哪條嘅合法，我留大家向下來分享嘅。第一隻屋嘅房子，你來去看屋嘅。你來去看屋嘅，睇一下男士煙強。我哋來去看屋嘅，我們來去看房子，屋衰，房租，貴，屋衰莫按貴，房租不要這麼貴，押金，押金，押金莫按貴，押金不要這麼貴，好，家下阿明呢嗱屋主房東林小姐看起來屋嘅大家都兩三年當得意，唔過真艱難嘅來了，就係嗰條條文乜嘅條文就打契約當得隻事一時得千金，有可能係因為一隻事就不用料到當多錢嗰種咧，你真係係啲大項目，不管係票屋賣東西兩人合作做事都會簽到嘅契約，喺打契約家下聽錯得隻事大計劃都會當認真當詳細當有來去看到清清楚楚大家事都看到清清楚楚，甚至來去配下來，到底兩人打契約家下咧會注意到乜嘅事情咧？等下我留大家向下來分享了。